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隻超筍嘅帝陀進旭系列，直徑係42mm，採用咗呢個拋光嘅不鏽鋼錶殼，銀色錶面配搭咗金色嘅指釘，而錶面上面仲有直條紋，非常之立體。而最特別嘅呢，就係錶面鑲有11粒閃靈靈嘅鑽石。喺機芯方面，佢係用咗帝陀原廠 MT5641嘅自動長鏈機械機芯。仲有 COSC 天文台認證，係雙向擺陀嘅系統，走時精準，亦都好可靠。加上呢個旋入式嘅上鏈錶冠，防水深度呢亦都有100米。最後呢，講埋條錶帶，係做咗磨砂加拋光嘅雙色配搭，配埋呢個做咗精鋼嘅保險摺疊扣，戴上手呢夠晒穩陣又舒服。手錶官網定價係33,500蚊。咁我哋而家做緊超筍價，2萬頭就買到啦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快啲上嚟門市試下啦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